咱先来背主的祈祷文。来，开始。愿意你的话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荣耀，你的旨意得食，日地亲像日天。阮的日时平安的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我你带阮入你的寺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万灵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但是啊，那个重量级的还没有来。来，再来，天走的边啊！来，来中，来，恁帮你过来这，这是轻量级的，阿妈你过。这个我们这一组是教会里面的重量级。来，咱第二，咱来聊主的祈祷，主的祈祷，诗篇23篇啊，诗篇23篇。来。要我是我的国家，我无欠亏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伊予我的灵魂清醒，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咧，你的对，你的爱安慰我。伫我对这个面前，你甲我排泄变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稳健甲慈悲，的确要陪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伫上摇我的手。阿门。好，请助理。